小三来去苗栗来看到交通部观光局办2019年经典小所在定选的活动，苗栗县里摕到第一关票，比新北市随风更加互人介意。到底原因是啥物？是安怎会这么手持？利用镜头，咱做伙来看卖。你有偌久无好好看家己的故乡啊？有偌久无停落来看你所有的一切。这肉丸跟鱼羹许愿里的特色啦，因为我们这边肉丸是地瓜粉有加米，所以没有像彰化跟新竹那么 Q， 我们这边是比较软一点。没关系，你先放着，然后把这些你认识的人串成了一条线，就是用小旅行的方式，用刊物的方式带着大家认识这里。渐渐的，这些线它编织起来，很像我们这边的令草编织一样，茎跟尾的交错起来之后，成了一个面，然后院里的图像就越来越清晰。昨阮阿遐有来去无？有吼。啊，我等下佚佗吼。是，就伫台北较无闲啦，所以有当时2、3礼拜才有倒来一摆。卫生是城市内底较罕的看画面，厝边头尾就亲像朋友共款，做伙讲生活内底代志。因阿公嘛有甲我，家己剃头，伊嘛甲我讲过吼。咱这草树花仔的好处，甲迄落安尼，所以讲甲因阿公嘛讲甲有话安尼嘿。约好来，若有一寡迄落哦，我嘛会足够话啦。我真敢咧讲，想要甲因讲阮里的好处啊，阮里的迄落吼，前头是讲因为伊工业少，所以讲这少年人拢爱去外地去做工课，去做工课的时阵因休困日啊吼，讲休走转来啊，走转来佚佗。来到湾里，你会发现这甲城市有无共的水，时间过甲较慢，嘛无遐尔差，人真味变较济，心嘛变假，更加放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